位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感谢主，伫圣的主日，咱各堂三个主日伫圣殿，感谢主，使阮有快乐来到伫伊的面前，做伙祈祷来敬拜。伫咱要开始大声，今仔日的讲道进前，咱要首先用一首诗歌来对主讲：主啊，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因为咱的生命需要有主来做咱的根基，做咱活命水的源头。无论你伫即礼拜，你伫工作上、伫家庭，或者伫你的身躯有啥物重担，咱拢要做伙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对主唱出：主啊，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求我爸爸你的灵亲自临在。主，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予我会当遵探你旨意。我要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做路唱的歌，才做我较情的名。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困难，予我会当勇敢向前行。因为知影有时我犹原软弱，求你引带我，予我无论心倒退。我需要有你伫我生命中，通予我一生，也是你的关心，予我通吃做你所欢喜的行日，予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荣耀。要有你伫我生命中，通予我一生，也是你的关心，予我通吃做你所欢喜的行日，予我的生命会当彰显你荣耀。是啊，主，我需要有你伫阮的生命中，通正做你荣耀的器具。本周已经进入大港节的第2礼拜，这个礼拜的主题是和平。愿主的平安临到伫咱的心，临到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教会，甲即块咱所听的土地，只是咱要安静咱的心来祈祷，帮助献上咱的敬拜。那要邀请咱做伙为着下面的几项代志来祈祷。首先，来为着你个人的生命更新、圣洁来祈祷，求主赦免洁净，咱莫承认伫思想、伫言语、伫行为中有得罪上帝所在。恳求圣神更新甲充满，互咱人生得到快乐，有渴慕上帝话语的心。也求主帮助咱活出圣洁的见证，伫家庭、伫职场、伫教会中，正做主的光，感谢咱做伙为着你个人的生命更新来开声来讲道。主啊，你是掌管万民的主，我敬畏感谢你。这时恳求主赦免更新阮的生命，洗净阮的心灵，叫阮带着清洁、圣洁、谦卑的心，专心来敬拜你。恳求主圣神充满，引带阮专心亲近你，独独渴慕听候你圣洁的主。阮将家己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洁净阮的心思意念，通专心来面对你，活出你所属新的生命。我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
煞者咱要为着家庭、父母亲子关系来祈祷，恳求主赐下平安合一，互家庭成员通彼此体谅、尊重、三夫妻。也恳求主加添父母有智慧甲听心，互父母伫教养囝儿顶面有智慧，彼此相听有耐心。也恳求主引带咱的亲子关系，互囝儿通尊敬父母，亲像同心来敬拜主，家庭蒙福。这是咱做伙为着咱的家庭、咱的夫妻、亲子的关系来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设立家庭，各种家庭放伫阮的生命中，做阮互相相听、互相扶持、互相包容的所在。感谢主，用你无限的听甲赦免，眷顾阮每一个家庭，互阮的家庭成做彼此学习、阅读、听的好所在，通代代传扬你奇妙稳定的作为。愿阮每一个家庭，拢愿意为你做工做盐，全心敬畏你，见证祈祷，愿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煞者，咱要为着普世宣教事工以及富强教会设教50禧年的宣教仪式来祈祷，恳求主赐下平安甲合一，恳求主。会当来带领咱伫国家，伫咱的这个宣教的事工，求主开启福音的门，互福音会当广传伫各地，咱的百姓会当得到救恩，也为着富强教会设教50禧年的仪式来祈祷，求主使用富强教会，成做地方甲世界的祝福，也为着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参与宣教甲服侍来祈祷，求主赏赐智慧、勇气以及合一的心，彼此同心来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但这是咱要为着教会普世的宣教事工，以及咱富强教会50禧年的宣教仪式，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你是宣教的主，愿感谢你对万民的听，恳求你坚固普世宣教事工，互还未听过你名的人会当紧紧听到救恩的声音来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上帝，原是一群蒙福的囝儿，伫这个欢喜准备兄子富强设教50禧年的感恩时刻，愿恳求主荣幸富强教会的宣教仪式。兴起咱的长职、团契、首长、组长、信徒、甲牧师团以及咱的干事，做伙成做上好的同工团队，也恳求主使用富强教会，成做你拍开福音大门的出口，互阮用祈祷、用实际的行动来
的公义、甲和平来祈祷，为咱的国家的领袖有敬畏上帝的心，政府官员会当行公义，好人民治理清廉。也恳求主刷起咱社会的纷争甲对立，互相包容、尊重、和平共处。也求主保守咱台湾平安，教会通正做和平的器皿，互教会做光做盐，彰显主的荣耀，正做社会的愿望。咱做伙为着咱的国家，为着社会公义、和平开声来祈祷。全能人民的主上帝，我用谦卑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为阮所听的国家甲土地来祈祷。主啊，求你予即种掌权的官员有敬畏你的心，照着你的旨意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来治理国家，予软弱的通得到帮助，予受压制的来得到伸冤。求你刷开社会中对立甲纷争，予百姓通彼此体谅接纳，用和平来代替斗争，用真理甲听，亲像种子伫咱这个土地生根布芽。恳求主保守台湾这个岛屿平安，予教会正做和平的器皿，愿望的顶台。阮真满心为着阮的国家、社会的公义甲和平，伫你的面前，安尼当心开声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最后，咱要为着今早起教会的组织敬拜来祈祷，恳求阿爸爸圣神同在伫咱的聚会当中，互兄弟彼此拢会当用安静的心、专心的灵来听候敬拜上帝。也恳求主使用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信息来带领大家明白真理、敬神使命，也祝福伫今早起所有的服侍甲事工，互咱的服侍当中智慧、力量、合一的心，咱的教会得到丰盛甲稳定。咱做伙为着今早起这个主日的敬拜聚会，以及咱的服侍，咱当心来。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祈祷、敬拜、而乐时运行的教会，保守看顾今早起这个主日礼拜的停事一切顺遂。恳求主用你的真理来教我和事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有听的有受教、受感动的心，伫敬拜中通甲你相拄，生命得到改变。阮将今早起的主日敬拜。交托伫阿爸爸你的手手，求主你来掌管，听阮的祈祷，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感谢主，感谢主，听咱祈祷的声，咱祈祷的声，上帝拢有听到，因为咱的上帝是，咱的上帝是，要听咱做伙起立，甲你的厝边隔壁讲，咱的上帝是，咱的上帝是。所以，咱们做伙起来荣耀咱的主，荣耀我主耶稣，来荣耀我主耶稣，回来荣耀。
我
325首，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万物的关公，你本是心加罪赦因，主我所信用，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罪我滚红，七水的草木，树内的甘露，春天美丽，树花草花。龙不给耶稣，龙不给耶稣，你和我有相伴快乐。美妙的君王，万邦所敬奉。为着我罪，我的感谢，应更加尊贵，恩典加慈悲，永远到永远荣耀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主，阮的上帝，你若为了阮备办这个美丽的世界，你阁赏赐万物，互众百姓。伫阮世间人伫罪中间，伫土地中，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世成做人，甲阮做伙。来经历上帝你福音，上帝你拯救，也亲自来成做拯救的，为着世间人的罪来顶十字架，来死，来告我。这是阮信仰的根基，也是阮大家到伫主你面前，阮要祈祷、感恩，也伫这个12月。圣诞节期，阮要伫你面前搁一遍摆列阮的心思意念，知影阮期待救主的降生，毋是只干那期待那定，是阮要搁一遍确定搁印证主你降生所带来这个救恩，是要互众人拢有份的。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欢喜期待做这圣诞布置。下节期，阮也同心备办灵修祈祷，看见主你的应允，阮拢要领受迄个至宝贝的拯救的记号。感谢主，阮正向日子为自己伫遮同心自的敬拜，也同心学乐，愿圣神伫阮的中间来运行做工，每一个拢伫主对主来领受属灵的启示、快乐甲帮助。伫你面前，阮将这个礼拜交托主，愿你亲自引带甲带领，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只为咱做伙来纪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着比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来地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
我信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4篇，以赛亚书40章。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行清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天互甜，弯弯的要解互直。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要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咱做伙来祈祷，万军灵的主，阮感谢学了你的名，伫大抗节的主日，阮的心要安静听候，纪念你伫阮生命中的疼痛。你怜悯阮，疼阮，因为人的软弱，将圣囝耶稣基督为阮降生，来救赎伫罪恶中的世间人。纯洁的主耶稣，正做这个黑暗世代的光，照伫每一个需要救恩的所在，互阮得到永远活命的愿望。主，阮感谢你无煞。主，阮也献上阮大大的感谢甲懊恼。你上师富强教会丰盛的恩典，伫过去40年的中间，你神圣的大灵充满伫阮的教会。阮看起遮尔济恩典的故事，生涯的记号，阮满心感谢你。但阮诚侪有气力，会当祝福正人的教会，伫进入50许年的听候中，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搁较侪祈祷、亲近上主的时间，较无安静伫主的面前，实行伫祈祷中。帮助阮明白主的旨意，也得到服侍的智慧甲气力。亲爱的主，我嘛阁要向你恳求，求主使阮认真读圣经，合适你话语的心智，亲像主你教示阮的，草会干，花会谢。毋过主你的话永远袂改变。我要伫你的真理中。万项事拢得到永带甲保护，伫充满挑战、变化的世界中，主你加添阮新的勇气甲信心，帮助阮同心传扬上主至圣至大的救恩，去做充满耶稣基督疼痛的教会。主今仔日是阮总会所定关怀爱主、心心障碍者。世界人权的事工主日，求主帮助阮合适主耶稣以灵敏公义的疼，来了解、关心甲带导。求主的平安、医治、拯救，甲因同在。伫今仔日礼拜中，恳求主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拍开阮逐人的心，听起主对阮每一个人讲的话。
帮助阮记牢阮的感动，伫每一日的生活中活出敬拜的人生。阮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有2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伫弥迦书第5章第2节。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大宗族中虽然微小，毋过有一位会对你遐出来，为我伫你以色列，伊的君王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第2个所在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节到22节。上帝是信实，我对恁答应的话，就毋是两边是，两面毋是。因为西拉、提摩太，甲我传互恁迄位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并毋是两边是，两面毋是的。在伫耶稣基督只有是若定。上帝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拢诚做是，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门，来归荣光互上帝，互阮甲恁来甲基督结连，各阮派阮的是上帝，伊甲阮看应，搁使信心伫阮心内做保证。愿上帝祝福领受伊话的人。现时今仔日女士班要带咱来学乐，因为学乐的诗歌是感恩的祈祷。现时了后，咱请学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拯救应允，世人蒙恩。我的主，我
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女士班用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即个抬杠节第2主日吼，离即个圣诞节是时间愈来愈近啊。愿咱大家拢心内备办好，耶稣的降生是为着你，为着我。大家人领受即个拯救，这是恩典搁恩典。咱要分享主的话，大声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遐恭敬聚会敬拜。主啊，这毋是一个仪式啦，定，是阮通过仪式来看见主你的应允，看见主你互阮的救恩，也看见上帝伫阮教会中所施行迄个美好水的粒子甲恩赐。愿拜上帝，互阮领受你的话，也共款得到属灵的快乐。帮赞甲为主见证的能力，愿你的话伫阮中间做工，启示保守，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妹伫咱进入抬杠节第2主日，检查有人咧问讲，咱拢知影圣诞节到抬杠到底伊的目的是为着甚物？吼？因为咱知影耶稣已经来啊，所以毋是讲毋知什么阵要来，咧听候，就像耶稣咧讲真侪遮个譬喻吼，讲亲像10个在色女安尼，听候新郎要来啊，咱已经圣诞节拢明明记伫遐，咱嘛拢备办啊，各团队拢咧练习啊，圣歌队咧练习即个圣诞的诗歌吼，咱教会准备各种的庆典的节目报佳音。主持都要演戏，这拢已经款便便啊！这个抬杠到底有什么意义？咱对今仔日的主题，甲咱讲拯救的应允。这应允是进程还未到成功的、公平的。上帝安怎应允咱？上帝安怎实现？世间人安怎蒙恩？是咱今仔日伫这大讲节这期所学习的。今早咱小等的要来复习吼，这个主题讲拯救的应允，世人蒙恩。咱通知影讲，咱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世间人足多的期待吼，仰望听候是安怎？主耶稣的降生对世间人遐尼重要，咱来一直庆祝2000冬啊！这个庆祝敢无够吗？这个是咱对一个小小的安尼无清楚疑问，产生一个信仰的反省。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意义，就亲像咱拄则读的圣经节，上帝拯救的应允，伊有承诺吼，毋是讲无做怎袂记的，是承诺佮履行的，甲成就落，甲应允落。甲实现落，当然，上帝应允甲实现，有真侪人听到应允，真期待；有真侪人听到实现，因有煞无相信。就亲像主耶稣伊当时出世的时阵，所看见迄个社会的结果甲现象，总是咱看伫旧约米迦书5章2节。所互咱迄个应允是清楚明白、去肯定的。讲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这犹大宗族中虽然是微细，毋过有一位对你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伊的君权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即个圣经节有2个重点，第一就是讲有伫迄个宗族中上微细。伫即个伯利恒要出一位，为着我来治理以色列。第二句话，搁较会当证明讲，伊的时间毋是突然间偶然发生的，是对古早、对起头就有。伯利恒以法他是同一个所在称呼啦吼，是微小的所在，是大卫的故乡，是耶稣出生的所在，是上顶非常的丰富的意义吼。这个地区的名
这个种族的这个排行吼，就已经印证讲耶稣的降生已经超过一般的人在期待的迄个看法。啊，耶稣真正是卑微降生吼。当伊讲伊的家系世系会当追溯到永远，这是一个表示永远的应允甲承诺。台语是讲伊的根源对古早对第一起头就有。第二，耶稣来到世界的意义是，咱世间人拢蒙恩的记号，因为伊有承诺甲履行，伊带来改变，带来改变。哥林多后书1章18到19节讲。自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天国的好消息就传开，属天的新约就不断发生，这是伊带来改变。咱拄则有读到《哥林多后书》1章18到12节吼，这段经文讲上帝是信实的。我对恁答应的话就唔是连边是是，连边唔是。咱知影讲是甲唔是，定来会翻来翻过翻倒，因为无甲确定嘛吼。但是伊伫这个所在，甲咱用迄个白。足白话的甲咱讲，因为希腊提摩太甲我传互恁迄位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并毋是连必是，连必毋是，起起落落。伫耶稣基督只有是，肯定搁再肯定，提醒搁再提醒，印证搁再印证。当第二是蒙恩的记号，伫拄则咱读的1章20节，搁保罗伊讲的确信，伊甲这段。主的应允，主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宣告，伊用伊的话来做确定，是这段经节。20节讲，上帝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拢成做是，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门。所以即位咱基督讲阿门，是咧表明迄是是啦，是确实，是肯定的。用阿门来归荣光伫上帝，所以保罗。伊用这个来甲哥林多教会宣讲，而且伊最后做一个回应讲，互阮甲恁来甲基督结连，佮选派阮的是上帝。最后一句讲，伊甲阮看面，佮赐圣神伫阮内心做保证。主用看面，佮赐圣神，一直在持续迄个印证。持续迄个拯救的应允，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伫遮过即个抬杠节，拄则我有起头讲，有少年人也是遐对抬杠节，阁有点仔疑问的人讲，咱就明明圣诞节知啊，2000年来咱咧欢喜而乐庆祝啊，圣诞愈欢乐愈闹热，有真侪较商业化的吼。拢已经用圣诞节伫遐咧卖商品啊，就做节目啦，看起来是安尼光鲜亮丽。但是，那抬杠对咱基督徒什么意思？抬杠节上会当表达的因为伊是祭期啦，有4个礼拜久，所以上核心的一个标志就是咱伫港大道顶悬圣餐道顶悬所放的这个圣诞环。佮5支蜡烛咱是一礼拜加1支啦无有人是5支拢甲放落去，点2支、点3支安尼当这个到底互咱什么款的印象甲提醒呢若是对基督教的祭期来讲毋是咱一般的年月日啦、咱旧历啊、新历啦事实抬杠节就是真的教会祭期的开始毋是正月初一是对抬杠节迄个主日开始算，会当讲是基督徒的新年啦。所以咱已经是咧过基督徒抬杠节已经开始就是一年的开始这有点仔亲像咱台湾人古早时代古早咱定听一句话讲，食冬祭圆就是过一年迄阵囡仔的时阵，是大人讲，你冬祭圆食落，你加一岁较乖的安尼所以。现代实行的这个所谓讲西元的新历，这是经过较科学性的迄个日子互世界拢通用。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的新年是对抬杠节开始。那抬杠节伫迄个列丁文的原来意思是来临的意思啦，来临
是咧听候耶稣的再临。但这来临就是到这看见两项的意思出来啊。因为既然咱现在基督徒是伫主后啊，咱拢知影耶稣降生啊，所以你听候伊是对啦。但是更较要紧的是什么？听候耶稣搁再临。所以抬杠节有两个意思，是传统的祭期咧期待主耶稣的降生。但是咱若想着讲耶稣降生以前的故事，圣经无论是马太也是诗篇也是路加，事实正讲当时咧期待降生的，可能咱若想可能东方的博士尔，对吧？也是迄个伫电影内底的西面啦当然甲耶稣的爸母玛利亚，伊讲恭敬领受即个抬杠的消息。其他的人模模渺渺也无清楚，伊只讲旧约米甲以赛亚这个所在咧应允讲有一位王要出世安尼，伊敢若期待来，但是伊并无有即款清楚的明白，颠倒是东方的博士因对久就开始坐落道行到伫伯利恒，所以若真正有上原始的抬杠者，可能就是这个东方的博士啦所以咱对这个教会的历史所演变过来，这个抬杠者咱当然教会周报啦、牧师啦安尼讲，但是到底对咱的信仰有甚物特别提醒，这较要紧。无这期定中世纪就编好啊呢，编好讲这个抬杠节呢。所以抬杠节应该叫做抬杠节期啦，毋是一日是若要讲差不多一个月4礼拜。所以就是包括圣诞节前的4个礼拜，一般是咱拢知影讲用11月最后一个主日开始算，所以咱顶礼拜11月30煞4个主日到圣诞节迄天。因为咱现在圣诞节迄个日，咱以早有一站咱拢无放假，所以一般教会拢是伫第4主日就庆祝啊，就是讲第4主日甲圣诞节做伙庆祝安尼咱拄仔讲伫圣坛道顶悬，咱有一个抬杠团就是咱有即个亲像迄个松树啦是青叶甲伊编做一个圆圆的，顶悬插5支蜡烛。这5支蜡烛咱周报伫抬杠节咱有报告过，咱搁做一个复习啦第一主日1支蜡烛是咧代表期待甲希望。第二主日今仔日这个主日是准备甲信心。第三主日后礼拜咱要举行洗礼圣餐是宣告甲喜乐。第4主日是启示甲仁爱。直到圣诞节也是圣诞暝，点到迄支中央的蜡烛。头前4支大部分一般习惯上拢用紫色的啦，最后一支用白色的，较大支安尼代表救主的降生。嘛上定讲哇，5支蜡烛的光拢点到，是代表光渐渐临到，佮完全。所以咱知影讲教会有真侪布置拢有迄个属灵的意义啦，有迄个属灵的意义安尼。这是咱所有看咧上抬杠团也是抬杠节图片咱知影讲迄个蜡烛咧点毋是点一个意思，是你一个主日。用什么款的心思来期待主的降生，期待咱的主降生。兄弟姊妹，伫基督教节期内底颠倒是圣诞节是一个闹热欢庆的，但是若较有属灵意义的是抬杠节，是过活节，佮圣神降临节。咱家称呼嗰这是基督教信仰的3支条啦。是营造基督徒信仰甲生活的重要迄个元素伫咧。所以抬杠节连续到伫圣诞节，这是一个灵修的过程，是一个检讨，也是讲复习家己的信仰的过程。这信仰毋只干那是讲迄日闹热庆祝，有的教会较早较无迄个自信，也是讲迄个5、6节福的时阵，足爱大家演戏足好的记忆。但是欢乐了后，迄个拯救
咱爱去持守着。但是咱拢知影，对台湾来讲，因为咱毋是即个基督教的国家吼，所以即个祭祀常常互忽略去，商业化啦，偏离主旨啦，咱所无去注意到迄个深刻的信仰反思，去塑造迄个救恩的内涵。但是感谢主，咱的教会吼，对你这个祭祀，咱有配套吼。第一个配套就是讲，咱伫迄个受难周、受难日进前，咱有40天的禁食祈祷。这就是甲过偌济受难日，迄个灵修延长40日，迄是传统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些意念。咱伫即个抬杠节前，咱嘛是有21日的连锁禁食祈祷，这拢是有一个深刻的意思，毋是迄个节目安排那听，是要互咱来细致来思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意思吼。咱兄弟姊妹，抬杠节伫教会中，我拄则有提起，伊是到第13世纪、中世纪吼，差不多700年前才定落来，所以教会世纪的演变是有一个演进性，毋是讲一个定落就开始吼。所以抬杠节放伫圣诞节前，叫做守抬杠节，有两个无共款的传承啦吼。这个传承我拄则已经小可提起，我是讲咱大家来思考，这两个传承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传承，伊重视有备。有备的意思是安那？主降生吼，毋是随随便便的。我是要用禁食、悔改做祭祀活动的中心。咱知影吼，伫咱这基督教遮侪教派中间，有的教派、有的教会因的教义吼，无咧庆祝圣诞节，无咧庆祝节。伊讲迄个欢乐无够虔诚，因为主耶稣来世间是要受苦的啊。你干那欢乐？好像就讲，你着这恩典拢便便啦吼，拢毋免付出代价，所以有种提醒，有的较特别小宗派吼，因无咧过圣诞节呢。所以意思是爱用传福音、用受苦、用禁食、用悔改做祭祀活动。但是一般大部分现在教会拢较属伫第二项啦吼，强调听候佮欢迎吼。因为耶稣降生啊快乐都迄个耶稣降生迄个故事吼太精彩啊！这嘛受到西方特别是主流教会因伫基督教化了后，用这个祭祀来庆祝啦、来闹热啦、来食物件啦吼，来办活动啦吼，慢慢就感觉讲，好像就用这个欢乐做主调就对啦吼。兄弟姊妹。听候欢迎重视毋是毋好，但是当咱庆祝了，到底目的是甚物？人若是伫罪的中间会受苦，咱所期待是主耶稣的降生甲拯救。所以，姊妹，有人甲这抬杠节这4个主日，用这个纪念耶稣的拯救做主调吼。因为耶稣出世毋是伊拯救的开始哦，是伊后来出来传福音，到伫伊受苦。伊的拯救才完成啊！所以用这4个主日，有人用安尼甲表示讲：第一，纪念主道成肉体，耶稣降生，但是重要是伊降生的目的是甚物？主真做人。第二，纪念主的死。第三，纪念耶路撒冷受毁坏。第四，知影耶稣基督要搁再临。带来审判。当然，咱若是对现代台湾的教会来讲，一般拢是较倾向伫即个听候甲欢迎啦吼。咱甲迄个悔改认罪，拢放伫咱拄则讲的受难日进前的40日，用迄个来做灵修大斋节嘛吼，大斋节安尼来举行。当然这无啥物对甲毋对，是讲，互咱有一个提醒。抬杠节毋只干那单纯一个欢乐、吃大餐、快乐、party 安尼那听。抬杠节嘛是一个安静灵修、思考主来世间的意思。就像咱听候一个人来，
到底是敢若欢喜甲庆祝啊，请伊食一顿安尼尔，还是讲你来是要甲我帮忙什么？你要对我带来什么款的改变？吼！所以兄弟姊妹，抬杠者上重要的信息是，咱的主道成肉体，成做世间的人。教会信徒，咱大家深深来思考主耶稣降临的目的，而且借着这抬杠者来思考耶稣基督伫一生中间，伊所行所做伊的教训。所以咱无论是进前的21天，咱的这个禁食连续祈祷，也是这个抬杠者的祭期，咱会晓中用悔改的心反省家己，咱的信心，咱的愿望。咱的确信是毋是合乎主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安尼想了后，欢乐庆祝，咱已经自然就有啊。但是咱也是有一个深思的意念，讲咱这是后现代啊，咱是现代。耶稣已经降生，咱知影，咱要期待的是主再临哦。所以抬杠者第二个意思是还未完成的，叫做抬杠，是抬。等候咱的主再临，迄个拯救，迄个完成。耶稣已经通过伊的受苦、定死、十字架活来实现伊拯救的确信。但是完成是主要搁再来，主要搁再来施行审判。兄弟姊妹，抬杠者咱拄则有讲，伊的元素吼。伫信仰中重要意思，重视伫即个耶稣基督的再临。迄个再临提醒讲，咱主要搁再来，咱要活伫即个耶稣降生拯救的应允以后，即个人类是处理耶稣上天以前，甲咱讲迄个伊要搁再来即个应允中间，咱要搁伫啊2000年啊，咱基督徒爱提醒讲，咱要听候主耶稣要再来。当然嘛，有迄个较极端的教派，讲什么阵主要来啊？吼伫咧历史上发生足侪遍啊！吼，讲什么彗星来啊？吼就是伊要来甲咱接啊！台湾嘛几啊遍吼什么1995啊！遐危言耸听的，算毋是咱的信仰，是迄个我随时备办好，亲像在小路咧听候，惊驶要来。迄个备办心，所以毋是什么时要到，咱知一定会到。但是你有备办好无？这是咱基督徒上要紧的部分。所以兄弟姊妹，抬杠者，咱若是咧听候主耶稣的降临，咱就是检讨家己啦。除了咱拄则讲5期大节伫迎接圣诞节迄款的快乐愿望，而且咱嘛是另外甲这5期大节，伊的意思转变做较深沉的信仰上的反省。第一，愿望反悔、认识咱的信仰，接纳搁较主定心立约。意思是，这5期大节拢会当表达出无共款的意境啦吼。你属灵的境界，这拢是真水、真好的学习。所以咱听候耶稣的降临，那抬杠者，咱就毋只干那讲，哇，大家无用伫较早要哪庆祝圣诞节。我会记得早前吼，因为咱讲物资啦，也是人员无啥够。我会记得咱富强教会较早期，咱会友无遐尼济。逐摆若要庆祝圣诞节，迄是无用啊，因拢迄阵人咧无用啦。无用嘛毋知影讲耶稣降生到底袂有人去想，敢想讲这节要安怎安排，这诗歌要哪唱。要演戏的人伊直咧头疼，讲毋知要演互较好安尼。像马大安尼就对啦，一直无用，一直无用。到底？有像马利亚听候讲主你要对我讲什么无？即摆咱已经继续好势，咱教会无共款的团队，无共款的侍奉单位，大家拢按部就班啦吼。咱安尼搁较会通，互咱去需要，讲咱只热心准备圣诞节，这是应该，但是而且伫这时阵爱检视反省，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主的再临？主再临，我要庆祝伊降生。伊再临，我有准备好未？期待咱借着抬杠者回顾主耶稣的降生吼，咱定心立志，咱甲主会契约的关系。你有想起着你初信接受主，迄个契约后礼拜咱要洗礼式，
坚信你信仰告白，迄毋是一个仪式来定。你已经对细汉就来教会，也是你伫几年前你决志要信主，你有甲即个契约深深确认无？所听候的事，毋是已经过去的，迄已经真做事实，是要期待迄个新充满生机、佮希望的未来。所以兄弟姊妹，咱透过即个节期，咱有时烦恼的一面，咱搁较用较严肃的、较正式去省思，讲面对耶稣基督所应允再临，伊所带来互咱的挑战。这再临，互咱什么款的提醒呢？咱是毋是有真做基督徒的本分，把这个拯救的消息传互更较侪人知影？伫耶稣再临的中间，主所予咱提醒是讲，你有看见你的社会的周围，伫夭伫苦难中，遐个无望、无愿望的人的中间，你有带来迄个愿望的信息伫遐无？伫即个世界顶面，我有拢尽我的气力，看见世界即个战乱，即个社会的公义无当发。伫咧实施，也是看见真侪咱人的社会所看迄个无公平的事，咱有通去参与伫迄个中间，带来迄个和平甲愿望的记号无？这个拢是咱要听候准备耶稣再临迄个条件，而且咱要迎接伊，毋是伫遐静静等，是要用咱的气力、尽咱的本分，诚做基督徒的款式。所以最后，咱要三甲提醒，咱拄啊好，即个抬杠节期是咱迎接50禧年的一个热身啊，准备，因为咱即个抬杠节过，圣诞节到，咱要举办一个迎接50禧年的跨年的祈祷会。我期待这是一个连续的，你拢参加有着，对有着阵，是要迎接。这50禧年，兄弟姊妹，咱知影抬杠节是咱领受迄个愿望甲应允的节期。同款，咱福祥教会迎接50禧年，咱所迎接是拯救的应允。搁一遍伫咱的心思内底，毋是讲单纯庆祝闹热。咱伫明年，咱50禧年伫下晡。咱要举行即个年度研讨会，所有遮个重要的即个同工代表，无论是中级，无论是即个小组长，也是遮个团队的首长，拢要做伙来做伙整理，做伙备办明年咱50禧年所要来骗互上帝，咱的主的礼物是甚物？所以迄个核心嘛是伫遮，迄个拯救的应允伫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中间，咱有确信，而且把这拯救的恩典分享予更较侪人，所以咱爱对世间人来宣告蒙恩的福音，蒙恩的福音。所以兄弟姊妹，今年咱49年，咱进前伫楼骹的迄个大即个壁中间有放着讲，这是一个听候安息的年啦，备办好。我也期待咱兄弟姊妹，咱伫听候安息年，咱来警醒，主要搁再来，用愿望，用悔罪，用任性，用接纳，甲定心立足。所以咱明年，咱除了一寡较闹热的庆祝以外，咱所举办真侪项，迄个事工的分享，迄个招正教会做伙来敲吹。咱福祥教会领受到甚物款的恩典，咱毋是家己满意，是咱要招正教会，大家做伙来努力，来追找迄个见证耶稣基督救恩、见证福音即个应允，咱愿望要得到，也招正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三甲来学习。愿望咱福祥教会是个装备信徒的教会、门徒的教会，是一个起造教会。互伊更较勇壮，咱尽全力来宣扬主的福音。兄弟姊妹，
今日主题是拯救的应允，世人蒙恩。你有得到无？还是你有将这个得救的愿望甲确信传予边仔的人无？这个道理可能你的理解有完整，还是清楚，但是你要用人听会清楚的话、白话，还是用你的行为、你的见证，你甲这个社会、社区、亲人、这个同事、这个好朋友，用主的听，通过你的关怀，将这个福音传到伫因中间。咱大家三甲有份做伙彼此来勉励。抬杠者，老这庆祝是应该的，但是咱搁较严肃去思考咱的信仰，咱较注中间的关系，甲这个契约，咱欢喜伫主搁再来的进程，咱已经庆祝耶稣的降生甲拯救，咱搁较确信主再来的时阵，我要受刑制，到伫伊的面前，互主来称呼讲好，好搁尽忠的奴仆，你是好的门徒。你是有照圣经的教示来行出耶稣基督的款式，行出印证宣扬福音，迄个福音的脚步是水阁好的。咱用这个心态，咱会迎接主降生，也迎接咱的50禧年。咱要三甲吟修圣诗，也来回应，做伙来祈祷，然后咱有一个见证吼。咱来吟这首俄罗大笔的号的45首吼，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好，咱一个吟。俄罗大笔的号，不要紧，过来弹不要紧，咱这块地方斗唱吼。彼的火修我有主基督，叫被所听来降世，将观天的万空，以来没改度阿姐，就还得着逃亡，好人下。最贵天边，公平地理万邦。唱第4节，基督是的圣经故，应管这一阵，威严显现的敬尊，眼睛对着百贵。这世间熊熊变迁，救主因我无变，基督生命大显现，永远互人欣羡。这首诗歌是在纪念主耶稣抬杠这诗歌，愿咱俄罗大笔的后裔。受我由主基督，伊来降世，掌管天的万国。现在只为咱三角来回应的祈祷，咱甲主基督讲，阮确信主耶稣的降生是要带来拯救，阮搁较用抬杠期待主再临，备办好的心来迎接主再临到伫这个世间，带来全然的拯救、和平甲平安。咱为着教会在备办圣诞节，互咱伫闹热的庆祝中间，思考主耶稣救恩的记号甲祝福。咱为着咱家己所侍奉的、参与的，愿主亲自甲咱应允甲成就。特别咱为着伫艰苦中的百姓，拄着软弱、弱势，伫这社会有困难的百姓来祈祷，互因也有机会通接受这个福音拯救的好消息。最后，咱为着教会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因为伫这个中间，冬天到流行
即个病毒真济，有真济的兄弟有拄到肉体上的欠安，甚至有的伫病院咧接受治疗，愿主施乐医治甲透放伫中间。咱为着咱家己的欠缺，咱的需要，咱家庭的亲人来代祷，咱三甲为着这事，照咱的感动，伫主面前三甲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抬杠这毋只干那是一个节期的记号，甲日子的敲定，是阮谦卑伫主面前，用任性、悔改、确信主甲主的契约，诚侪阮信仰的准证。通过灵修祈祷，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主救恩的记号。伫这个世间，侪的艰难，侪人甲人中间的争战，国家甲国家的战争，民族、民族，也是种族中间的冲突，经济上的争战。主啊，这个愿你照你的公义，照你的平安，赏赐伫世间人的中间，有亏力的人知影要照主的旨意来行。软弱的人，领受着对上帝来的恩典保护甲引带。我将教会举行圣诞节庆祝各方面的准备祈祷，也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谦卑伫主面前，用灵修祈祷来听候主再临，诚侪阮信仰的气力甲准备。愿你也保守兄弟姊妹伫主的厅内面，有诶拄着病痛，求你施了医治。是了平安甲透放，也保守阮众兄弟姊妹，大家人的家庭、亲人、所疼的人，祝你的平安、喜乐、健康，拢甲面同在。伫你面前谦卑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伫咱要奉献进前，咱阁有一个见证，就是咱4个月的中保大道。已经到尾声，咱明年54期又搁要来。今日咱要邀请一位过世兄姊妹，伊要讲出伊家己这属灵的见证。咱用普卡声来甲欢迎吼，来秀兄弟，来请来见证啦。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秀香哈，感谢上帝，我又有再次这样子的机会，可以为中保代祷来做见证分享。我加入中保代祷已经有2年半了。那在2年半前，我也是在礼拜堂，我听见那个苏老师的一个中保代祷的一个见证。那我那天听完，我就很感动，我就回去跟我的先生志宏说，因为我不会唱歌，我就说那我也想要来参加中保代祷。那就这2年来，我们就这样子跟上帝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那我也谢谢上帝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的眼光转向上帝。那在这过程中，我开始学习亲近上帝。那在中保代祷这过程中，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经历了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挑战跟压力。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哈。那在去年的12月，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经历了我人生也是算是蛮黑暗的那一个月。在去年的11月30号，大概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我记得11月30号那一天是礼拜日。我的妈妈因为心肌梗塞，然后大概就是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我大姐带她去麻豆新楼医院。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师说她血管塞了3条。然后我去看我妈妈，我觉得她是清醒的，我想应该是还好，就是支架做一做可能会改善。但是我那一天晚上
差不多8点多，我到新楼医院再去看妈妈的时候，我第一句问她：“妈妈，你有没有好一点？”她就跟我摇头，然后我就觉得她的呼吸好像越来越喘，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对。那我的同事就来跟我说，等一下会把她的氧气调高。我就说好，那我也没怎么，就只能够给医师去处理。那一直又到11点半，那一天晚上11点半，我就接到新楼医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妈妈的血氧在降，等一下可能要紧急插管。就说好。那又过了半个小时，医师又打电话来给我，说妈妈可能是心肌梗塞，她有2尖瓣的那种闭锁不全，他是建议我们要转医学中心。我就说好。那真的都是看到这些一些过程，让我真的觉得好像都不是我预期的。那医院就问我说：“那你要转去哪里？”我就说：“其实大家都会想说，不是奇美就是成大嘛。因为我妈妈她7年前她有在安南医院开过心脏，那我当然就是问我爸爸，跟爸爸讨论之后，那长辈都会觉得说他先前就是在安南处理他的心脏，爸爸就说那我们还是转安南好了。那因为妈妈的状况很危急，我觉得这个决定权我还是要交给爸爸，所以其实爸爸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我们都觉得很不安呐，真的是不安。不过就是已经决定转安南医院了，那我就开车从台南开车要回麻豆。那在高速公路，我一上高速公路我就一直祷告，我就说上帝啊，求你就是安南医院啊、成大医院，求主耶稣你帮我预备妈妈适合的医院，有好的一个医疗团队可以来医治她。其实我的信心很小哈，我就想说，我前一刻已经跟医院说我要转安南了，结果我觉得就是转安南了，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了。结果我开到永康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的手机又响了，他说他是新楼医院，他说那个安南医院没有床，他们有联络安南医院，安南医院加护病房没有床哦，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有床。我说好，那我们就是转成大，就这样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觉得上帝就是一直和我同在。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那一天，其实我到新楼医院，我们在转院已经半夜2点半了，那一天天气很冷，那就是救护车来了，那要帮妈妈送到成大医院。救护车就是开到医院的门口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的血液一直上手个一直落啊，她本身已经有肺水肿的一个状况，然后又是泡沫痰，然后她的整个状况因为血氧又降，也无法度用迄个车上的氧气，所以我就跟我那个学妹，我们是压着那个氧气球，就是沿路从麻豆这边压到成大。结果在过程中，我的学妹跟问我讲：“学姐，妈妈的状况不好，你敢要急救？”所以其实就在黑暗，我们经历了真的就是很黑夜的一个惶恐啊。那我妈妈送到成大医院的时阵，其实已经面临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还有肾衰竭。伊身上的管路，大家可以想到，在一个重症的一个加护病房里面，气管内管啊、呼吸器啊、鼻胃管、洗肾，还有一些就是那个静脉输液的导管。那其实我们都觉得妈妈的状况可能不是很好，真的是有一种觉得我可能快要失去我妈妈了。那就是参加了中保代祷之后，我也知道说，当我遇到这些我担心、我挂虑的事情，我真的只能够全心的仰望上帝。但是我知道我一个人祈祷的力量无够，所以我嘛希望有一个人会使来为我的妈妈祈祷，所以我就透过这个代祷卡，那透过密诊小组的小组家人，还有中保代祷的一个团队，就大家持续的为我妈妈的一个同心祷告。妈妈就在那1个月在加护病房阮经历足侪惊吓，嘛经历足侪平安。我分享几个惊吓第一个惊吓就是当心脏外科医师伊评估我妈妈，伊讲爱搁开一间心脏，可是我妈妈在7年前已经开过已经无迄个本钱搁开第2间的心脏所以医生讲，如果真正爱开的话，
我妈妈的存活率应该是无管，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医疗，我们真的觉得也很无力。但是医师就说那不过现在有一种叫做2间半夹合术，它就是费用比较高，那效果也不错。我们又看到了希望。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医疗下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叫做2间半夹合术的一个治疗。那就在加护病房那整整1个月，觉得上帝真的也很恩典我们就是每天11点，我们家全部都会到，感觉都是去成大医院上班，就是每天11点会客。那会客完，我就会跟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们都有2个姐妹，都可以留下来在加护病房陪伴我的妈妈，那就是陪伴到她的晚上。我们都觉得就是上帝很恩典这样子的一个预备。那再还有第2个一个惊吓，就是我妈妈的气管内管也插了3个礼拜了因为本身又心脏衰竭、呼吸衰竭，我们就想说，这个如果拔管没有成功的话，可能就是会去住呼吸加护病房。所以第1届已经3礼拜医生就说要试着拔管，结果真的在第1次拔管，他真的也失败了。然后就在医师说，好吧，那再给妈妈1次机会。所以过3、4天，我妈妈就搁1届搁挽讲，真的是感谢那个上帝妈妈就这样子在第2次拔管就能够顺利的成功。搁一个就是我妈妈的肾脏功能已经无好其实伊还未断以进前，伊的药剂有2粒药剂，一粒已经无功能一粒已经嘛萎缩另外那一颗的肾功能嘛足歹的拢岌岌可危啦。就是如果没有照顾好，就是要洗肾。毋过伊即届断伊，因为会做侪检查，会做心导管，那会做支架，嘛会做2间半夹合术，伊迄拢会用到显影剂。所以就安尼，我嘛感觉那颗肾脏应该的断的时阵就开始洗肾啦。我们就想说，那颗肾脏到出院应该是保不了了。这个透过中保代祷的大家这样子代祷，为我妈妈守望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妈妈出院的时候，她身上完全没有管路，我觉得这个恩典非常的一个大，而且我觉得妈妈这样子可以顺利的出院，真正不是偶然，嘛不是奇迹，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若拄到任何的困难，也是拄到任何让我烦恼的代志，我就是写代祷卡，因为我需要上帝泽然及时的救援。所以我嘛要感谢代祷的勇士，大家日夜的为我妈妈这样子的一个守望代祷，我相信这个都是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也是鼓励大家来参加代祷团队，因为上帝用我们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所以我也要谢谢上帝使用我，那假做伊的器皿，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我可以在祷告室里面安静我的心，然后跟上帝有一个好的连结。那在祷室里面有一些书籍，那我们也是可以从上面去得着上帝的一个话语。然后我在代祷的过程中，其实我看到代祷卡，有些代祷事项，看到代祷事项，我家己嘛做艰苦，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所以我会想讲我嘛会想要讲，我加祈祷一场，我就会使加祝福一个家庭。那伫中保代祷的一个服侍，因为我交志宏，我2个是夫妻服侍，我们一起来啦，所以上帝就配一个司机给我，那就专车接送。礼拜6我们就是一起来教会来做祷告，然后就开始我们周末的一个生活。我想这个都是上帝的一个恩典。那我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也更加的体会为上帝做工，我们会得到更大的一个祝福在我设立恩采居家长照机构，那在今年度嘛顺利通过评鉴。那设立的初期，办公室有一个建筑法规，那在今年的10月份也顺利的通过了，所以有机会可以在
社区中做关怀。我想上帝给我上大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给我上大的祝福。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来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让我们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那希望我今天的见证分享，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那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参加中保代祷，来成为代祷勇士，好让彼此也可以守望。那每一个软弱的一个代祷事项，拢会使真做上帝稳定的祝福。这是我第3届伫遮做见证分享，一路行来，我的生命有上帝大大的稳定甲祝福，所以我领受上帝稳定，我嘛会需要伫遮大大的夸口。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的代祷卡的话，有一张是这个蓝色的，这个话就是教会，如果说要对教会的一个事工，有需要写代祷卡，我们就可以写这一张。那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朋友，那如果说在生活上有一些软弱的事项，大家也可以书写黄色的这一张代祷卡。那真的就是会有一些代祷勇士来为我们大家祷告。那这一张是祷告的运营卡，当上帝有一个回应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做回应。那以上就是请欢迎大家加入中保代祷的一个团队里面。谢谢。咱是感谢秀香姐妹的见证啦吼。秀香姐甲伊的先生志宏兄，佮伊的女儿恩琪是咱密侦小组足重要的同工。嘛，伫咱教会服侍这段时间，逐摆来服侍用3个全家拢出色哦，咧圣福小组嘛拢做伙出色吼。秀香姐伊本身是专业的护士现在已经转换跑道伊伫病院的护理工作休息。现在行一个咱叫做长照咱台湾即马长照的事工真重要啦毋是干那讲足侪人参与尔，是足重要。咱教会嘛足侪人参与中间，咱也继续替伊祈祷。咱拄则讲的有2项无需要提醒，头一个就是讲，咱足侪人会写代祷卡。顶礼拜咱即个1楼的教育中心，毋是拄落成嘛？感恩。咱慈宝老师甲我讲，牧师，咱迄个这代祷室嘛要赶紧恢复起来要使用，因为代祷卡足侪啦，爱消化，爱有人代替祈祷，所以足侪人爱三甲为着这事祈祷我鼓励咱54期后个月开始要进入到50年，咱期待讲咱较侪人参与中间，你享受到代祷所带来迄个快乐、新热甲祝福，茫讲你嘛加入伫即个代祷团队内底你就体会讲原来迄个祈祷遐尼甘甜、遐尼水、遐尼美好欢迎咱大家开始伫楼骹签名，你经你适合的时段比如你早起补、下昼补，还是暗时你较方便就签落去。有的人签两个时间的，伊感觉伊时间有够，无共款的时间来代祷。咱即马迄个代祷是整理了真清幽啦欢迎咱大家拢做伙来参与，用安尼报告来，咱要来做奉献。咱来奉献。
现在请起立，咱做伙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愿意。主听见我无名，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兄弟，请坐。咱来读这个月的金句。来做伙请，伊的诫命是安尼，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约翰一书3章23节，是来报告，请咱看咱的周报第2页事项当中，请咱家己来注意。第3页出席请咱家己看。第4页。本会消息我才来报告第3点下晡1点半来举行事工的研讨会，请咱的参加的同工注意这个时间。第4点，咱为着后礼拜的洗礼式咱来为着周报顶面所写的这个兄弟姊妹来提名，为咱信心坚定来祈祷。第5点是咱的年终年终的祈祷会等下咱的牧师会来为咱补充。第6点，代祷团的中保代祷同工的招募时间是到12月31日为止，请咱留意这个时间。第7点，圣诞节的计划拢写伫个周报顶面，请咱兄弟家己看。第8点，教会财务的事工报告咱的感恩节的奉献请咱来看，咱也感谢上主，互咱遮侪恩典。会计的年度报告请咱留意即个12月28日是要结算的时间。第11点，今仔日是咱12月份的庆生会咱也为着遮所写的遮的唱生，咱来为因祝福求主恩典满溢伫呢身躯顶。第12点，咱教会有要分享这个福音的阅历，请咱家己来到办公室来领取这个时阵，咱请牧师来补充。好咱小等下礼拜煞，咱请留几分钟，咱为着12月份的受请来做庆生拄则咱直接看迄个图卡好无？咱伫这个报告消息内底有几项的提醒啦咱来让转这个图卡。第一项就是讲，咱要举行这个事工研讨会请所有的同工伫1点半的时阵做伙来集合咱传统的投影片。咱伫后礼拜圣餐有分2场咱请兄弟照咱的时间来参与安尼。佫一项就是会当同工帮忙用那个传统图片，对。咱是50禧年50禧年的这个迎至50禧年的这个祈祷会，咱是要伫12月31日，就是拜三阴暗8点半咱要跨年咯。翁嘛讲大家备办好咱毋是干那一般参加祈祷会兄弟参加尔，我毋嘛讲咱迄天足重要要跨年，翁嘛有较侪兄弟，特别长辈啦你小可招呼一下，看有人甲你载无你若有需要讲兄弟小招甲你载，因为冬天佫暗时嘛可能你骑奥多摆老总东北较无方便咱安排看有人甲你共乘无啦比如有人开车要来讲，你会当我对遮甲我载无咱刷了甲咱载倒转去啦过来就是咱即个中保代祷拄则已经报告了报告了，就是咱即个圣诞节部分，牧师要来做一个报告。我讲请投影同工是换到原来的投影片，这个礼拜的投影片有一个旧鞋募集的部分。咱的主日祷
足用心嘛吼。咱来看周报内底有写，就是讲咱的主任要举办这个救骨癌救命吼，救血救命啊。我们礼拜的投影片，礼拜导影片，有迄个主任咧募集的投影片。因为迄内底吼，不要紧，牧师简单讲，就讲因要募集的有诶物件需要，啊有诶物件无啥需要，啊所以吼，迄个物资的物质，啊牧师会搁放伫咱各个群组，啊你转去厝吼，若有即个会使用啊会当管出来的即资讯吼，啊咱毋是即阵摕来哦，伫21号吼，21号迄天吼，你看，遮毋通管的有遐侪项啦，啊这太细字咱看无吼。啊，即个爱募集的项目，吼，咱大家来配合一下。啊，伊讲咱主任都要款整理吼，啊，伊要寄去非洲呢，非洲甲人帮忙遐无鞋啊人穿的。啊，你的厝吼，可能迄鞋啊佫好用，但是你袂下你的骹型啊，会当管出来吼。啊，这是一个真水真好的活动。啊，咱来甲主任都相配合一下吼。啊，佫来就是讲，咱即个报告头前牧师来过来做一个参考吼，就是咱即个募集啊，即个大道团队啊，过来就是咱要伫1月11日来举办一个研讨会吼，伫个有关教会复兴的研讨会，咱为着这样事来祈祷，咱是望对全部的正教会来提起吼。啊，咱拄则有讲大道团队，咱嘛要伫明年的一个时间举办迄个活动，来较侪人来参与学习吼。咱最近嘛有2、3间教会来咧问讲，啊，想要来观摩咱的大道吼，大道事工啊，所以表示讲，咱的大道的事工已经别人有真安尼真望要来学习啦吼。咱主日都伫即个圣诞节要演出一个上好的师傅吼，啊要伫咱的圣诞市集吼，伫拜六，咱12月20有一个圣诞市集，啊礼拜日。迄个圣诞节庆祝了后，下晡嘛佫一遍，拢做2遍的圣诞市集啊，欢迎咱大家到时踊跃来参加吼，踊跃来参加啊。佫一项吼，这周报内底有写啦吼，就是讲咱要佫开始收即个二手的衣物，啊要赠送互布农族的建山教会。啊，咱的干事有讲吼，因咱进行咧收集这义卖品，就是。咱的即个圣诞节有无二手货，啊要放伫地下室，所以请兄弟吼，你若厝咧款遐二手的吼，请放到厝内好无？吼，圣诞节过才起来，因为地下室伊会混乱去，啊煞甲咱迄旧的摕去卖，安尼歹势啊吼，啊互先来放遮的各摊位、各摊位要来义卖的物件，啊咱请会记得吼，你厝里款遐旧的衫啦、旧的用品，先放到厝里吼，佫过2、3礼拜。啊，到年底以前才摕过来，安尼，啊，咱正开始款式会付啦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啊，小等下咱留落来，吼，啊，咱为着即个生日来庆生，咱伫迄个结束以前，特别咱要有一个大祷吼，咱要为着即个文凯长老吼，伊的外孙哦吼，伊的查某囝于君啊，带伊的细囝许杰尼。来，咱中间请伊抱出来，好无？谢牧师要来头前无？来帮忙哈！来到头前，我们为他祝福祷告，为他祝福祷告来。杰尼哈，许杰尼，一阵一岁还是？即摆2岁，2岁啊吼，好可爱吼！啊，这是咱花长老的外孙吼，啊，个迄个明月姐吼。啊，不要紧，你抱的牧师，你甲牵手，我来为他祷告。好，来，我们来为他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真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带领着花长老伊的家庭有上帝你所赏赐的细囝啊，伫这个节年伊已经2岁，真可爱。伫怡君的照顾甲家庭大细陪伴中间，渐渐长大，阮恭敬为着这个细囝祈祷。来到你教会，就是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也将伊献伫上帝面前，愿主的恩典祝福满满伫这个细囝的身上，以及这个家庭的中间，互因无论是伫生活、工作、教育，以及所有一切家庭，愿主你亲自来保护、看顾，
这个细囝伫疼的中间成长，也伫人生的日子，因为主的恩典，享受到满满的祝福。愿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个细囝甲这个家庭，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哇，杰尼乖哈，拍婆啊，介绍拍婆拍婆一个，哦，加油加油！好，咱来做结束，多谢。请起立，咱来吟上音的诗歌《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合不书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保守恩传，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来默祷闭会。感谢主，咱这阵要为着受请来做庆生吼，6点倒，咱小等下，咱请受请徛起来好无？我知影12月足侪受请吼，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咱要请一定对了，等下来分下节哦，来，来。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快，英文的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咱家一定要准备，也要翕相哦。来请吹蜡烛，来拍拍鼓励，来，咱为着受请来祝福祈祷，才结束。咱来为着受请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伫这个圣诞节期，阮为着12月份的受请，献上满满的感恩。主啊，你恩待因，无论是细囝也是长辈，因经历了上帝丰富的人生。主求你甲因三甲同在，伫生日的时阵，有家庭亲人的庆祝，搁较有上帝施恩赐福，互因行出恩典的人生，受祝福的人生，家庭大细健康以及。工作事业拢有上帝你奇妙的保守，我也求你带领阮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心，迎接圣诞节，享受满满的恩典甲祝福。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满满的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离开进前，牧师甲咱报告吼，咱吼今仔日个爱心午餐吼，咱的信箱顶头因专工款一大卡的迄个烧汤个好食的菜。所以你若无食，就无菜啊！所以小弟咱若参加爱心午餐吼，大家踊跃来参加，来享受这个好食的冬天的菜肴哈！多谢大家平安，大家互相请安，多谢。